好，來繼續來看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軍購特別條例7800億，甲行政院的版本即個7.25條比起來是差真多。美國資深的政府官員講，針對部分的項目互汰掉，感覺失望。行政院長杜英泰回應講，政府一定會有所作為。海馬斯多講的火箭系統連續發射展現驚人的火力，不過甲美國國在經過的海馬斯頭期款8億外，伫5月31日到期。行政院面對時間的壓力，除了並本月底進前送出特別預算案，並對軍購的特別條例今夜互拍折。行政院長杜英泰重申，一定會有所動作。軍購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被這樣支離破碎，政府一定會有所作為。國防安全袂當互拍折，美國資深的政府官員嘛表示，特別條例無加入軍購甲委託製作各部分的項目互汰掉，感覺失望。嘛相信這個項目原來需要有預算，表態希望會當看到原本提案的內容，摕到撥款。特別條例有它的整體性，和因應美國的印太戰略，國會能夠來進行補救。真和平。要國防，民團嘛發起遊行，招民眾5月23上街仔路。前國民黨立委柯玉林嘛直講，目前的版本主要集中佇咧傳統的軍售。不過華府最近特別重視台灣無對等的作戰能力相關的項目，包括無人機的系統、部分 C4ISR 能力，甲國較有春秋的新型防衛科技，甲直接銷售無完整加入有限制性。不能只是對外都只有買，如果買到最後我們有能力生產，我們有辦法去跟台美來做一個合作，我相信這個是各政黨期待的嘛。不要把它好像說1毛錢都不能刪，如果你真的有需要，那以後再說。商售以及我們的位置，那就變年度預算。和平未為天頂落來，要安怎增進國防安全？正院繼續研議當中，打拼要加強台灣的防衛韌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